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括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栏位，互你做参考。来，大家好，我是阿迪。我今日身份真特别，我头前已经开讲一段时间啦。就是这个咱顶届其实嘛有预告过，是邀请到一个剧团的成员来甲咱遮甲咱开讲。但虽然这一集同款无这个金鸡玉秀的阮的迄个共同主持人说奉旨啊，我家节目另外还有一个主持人说奉旨啊。今日我的身份较特别我虽然同款是做节目同时嘛是一个戏迷的身份所以是非常欢喜。讲实在，今日特别来欢迎咱的这个来宾，就是十念，应该念做十念无毋对。若要讲较文雅，应该是10念啦。嘿啦，但是10念袂要紧啦。但我印象中，敢若你和这个名是有小可有甲这有关系。有一个是有关系。所以我调工个念做十念十念剧集的这个咱的导演易修易修易修导演，你的家己名你用台语安怎念？李易修，你是念做易修，易修，易修导演还有咱的这个乐师许淑慧淑慧老师来甲大家拍一好，我是柯淑慧。柯淑慧老师我跟你翕相过，知影？我过去进前去看顶一出戏的时阵，你可以错惊到啦。口罩喺摕着。还有咱另外一位是咱即届要介绍的戏的即个演员，咱的施碧玉嘛是老师嘛，碧玉老师老师的名知影安怎念无？大家好，我是施碧玉。真搞，是有先做功课还是平常时会用到？我是鹿港人啊，我细时啊。对，鹿港人。但你怎甲我讲你鹿港腔拢袂晓讲啊？我袂，因为我住台中，我若讲伫鹿港，所以我敢若伫厝诶，甲爸母讲台语，毋过阮爸才有鹿港腔，我无，所以我是台中腔吧。你有可能你是较我台中腔的款生活习惯的关系。今日真欢喜因为这个邀请到我非常真正非常介意的这个创作的团队，那包括导演、作曲家、甲咱的演员全部拢来到现场我是想讲哇，我本来只是想讲想要找导演来开讲，想要到一届就会使来遮侪人，一届就趁着安尼。导演咱会使请导演先替咱介绍你家己，作为一个导演的身份来介绍还有咱就陆续后一个就请淑慧老师来介绍你作为作曲家或者这剧团内底主要的工课。过来就是咱的演员碧玉老师，你的演员的身份，你做这出戏的主要是做负责什么款的角色安尼？大家先咱照这个顺序先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好惊讲大家毋知影这出戏的人会使先了解一下安尼。好，因为应该讲我读研究所的时阵，我的专业是表演，但是后来就开始学南管。做剧团的时阵，想讲南管会使做一寡较无共款的，以前拢汉唐乐府，以前苏慧老师嘛是点汉唐乐府，但是因做的较无共款，就是东方主义较幻想中的，古早的迄种的，我想讲会做一寡无共款的，所以做进前有做新话。你有来看的嘛？这摆做这金银镯，金银镯因为这个镯字我点开大家嘛，读开大家嘛唔捌所以这金银镯是我讲啥？
都市奇谈呐，啊，想讲做一款较无共款的，甲咱这时代较有搁较活来。啊，搁甲嘛是即个故事是在应该讲是发生在台北，好啊，有三段啦，一段是跟楼内底即个头家娘，银楼嘛，银楼哈，啊有另外是伊就买一卡手款，即个手款就是咱共名即个金银镯，啊就结果有一寡无神啊。没有人讲，这边灵异事件，我无人讲。好，啊，个另外一段是为时空交汇，另外一段是讲两个女孩子，讲个黄昏的在公园内底的人，讲家彼此的心事安尼啦。啊，讲的，奇怪，敢若有啥物无啥对等的代志开始发生啦，这样，嘛是鬼故事咁感觉啊。最后一段是咱讲，刚刚讲的，这叫做揭露，就是白色恐怖的，就是最到尾啊。听起来是讲迄个时代啊，后壁就是会正式来揭晓着讲即个故事头前做的，即个可能小可甲鬼有关系鬼仔故，但其实最后伊背后的即个背景是伫咧讲，比如讲甲白色恐怖时代有关系安尼。等讲后壁其实是你有做一个结尾，一季做收束，大家了解讲头前即个故事其实后壁是到底是伫讲啥物代志安尼。好，安尼咱接落来换即个秀慧老师。嗨，自我介绍吗？嘿，大概比如讲你伫即出内底负责的即个工课是啥物？哦，我就是甲咱编剧的剧本内底有写出来的歌，甲伊写变成南管的歌，安尼变成用南管曲的方式来处理。对，你是原本就已经写好曲，甲改编成南管，还是讲你即个所在，你一段你就家己爱去找讲，我应该用南管，啥物款的南管曲来甲放入去？伊敢若写好歌词尔，词汇来改编，就是按歌入去就对，编做南管的曲。嘿，毋过曲拢是新写的。哦，你是新写编曲入去就对，写曲入去，但是用南管的方式来放入去安尼。对，哦，即集问无等下伊直讲共款的，伊直讲毋知要哪讲旋律啊，即马台语要哪讲？旋律哦，讲旋律就好啊，遮文言甲讲才就好啊。哦，旋律其实是曲调，嘛是曲调嘛是。南管嘛是真重视曲调嘛，以即个曲调为主嘛。曲牌为主的。伊是属于咱讲曲牌体对无？因为咱知影讲有啥物，另外一个啥物体我袂记得。班腔边那个班腔体甲曲牌体的差别嘛。对。好，过来就是咱的演员佩哥老师。嗨，你好。嘿，来，甲大家介绍一下，你即届伫内底主要的工课是啥物？咱即出戏内底。我有两段，头一段是演银楼的头家娘夏姊，差不多60岁。第二段演30岁的小金，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嘿，我伫内底一直转过。两段拢拄着鬼去拍着鬼就对，去鬼拍着就对。对，因为即出咱拄则我一直无超工无甲即个剧名摕念出来，想讲我嘛想要知影导演家己要哪个念出来对，伊华语叫做金银镯嘛因为即届演出我都有伫甲导演讨论讲，伊即个镯你到底台语要哪念咱当我其实我真正事先嘛做一寡功课啦然后当然我其实大概你会使甲念做金银夺去就是金银属当然我用的是漳腔因为我家己习惯讲的是我漳腔，那我知影你伫剧中其实主要会用银即个念法对无银金银的银，一般我知影恁伫剧内底是用念做银所以念法无共款啦，但是主要讲是共一个物件。当然咱用华语讲金银镯拢不要紧，主要是互大家会使了解即个物件即个剧名，就是当今日我若是想要去看戏，我要去找即个物件，至少我先互拍出字嘛所以华语我嘛会讲，台语嘛会讲互大家虽然惯势，因为其实有的人是像我家己有一部，我虽然用一般的拍字的方式会使拍字，但是我有当时嘛是用台语拍字的方式去拍两种拢会使。但其实有的人开始已经拢有法度用台语拼音的方式来拍字而且是真顺势，是无啥物问题所以这嘛是互大家了解一下。那即出戏当然我感觉
趣味是讲，甲你过去两出戏其实无啥共款。我都有讲，我真正是一个戏迷身份啦。头前两出我其实拢看过啊。所以，不过我是先看《风来》，我知你念《风来》嘛。我先看《风来》了后，甲颠倒回头去看即个算大新八，就是女八的故事嘛，女八汉八嘛，汉八的故事安尼。汉八我毋知，我讲华语翻译嘛有人听无啦，就是应该是一个中国生活内底过去一个即个主管着做旱灾，我煞详袂记哩安怎讲，就我真正详煞袂记哩咧，过去捌讲过吼。干旱瓜。反正就是当年无落雨迄款情形啦。咱上可用白，因为大家我就算用讲的，大家嘛无一定了解，就是讲，咱用较白话方式想大家了解者，就是掌管即款天甲天气有关系女性的故事，简单讲会使是安尼。我是其实先看《风来》了，才看大新八的故事安尼。但即个其实佫无啥共款。对无？所以，但是咧讲这故事进前，我其实对即个剧名，来团名，毋是剧名，咱即个剧团的名特别有兴趣。因为咱讲平湖菜瓜10念，我毋知大家有听过即个小案无？所以我就开始看到即个剧名，头一摆拄着即个剧名的时阵，咱团名的时阵啦，我就一直想讲，是安奈好多10念，就念起来就变10念，你知影？后来刚听讲，其实真正小可有关系，是毋是？有啦，我因为有3种应该讲有3条理由啦。头一是我本人就10念的，二来是讲你演员头顶甲，我本来想问喂 OK， 我本来想讲问演员讲，导演是毋是真正足10念的？你家己想讲伊头顶甲，我都免问啊。得瑟啦，二来是讲咱讲创作一个念头那个灵感用 Q 10念。有另外一种是讲我跟众志成城这类创作者来讲，10个念头，就是我有很多大家都很有创意的意思。大家做伙来发想，大家做伙来集合你的几寡想法。就讲聚集嘛，各个讲起来就是嘛是讲谐音啊，讲敢若组织做伙啦，对，聚集在一起啊。是，有人有互问过无？讲是安那要合作10念？也是有啦，但是大家都无真正想要研究，想要才10念。没有讲这个名团名其实真趣味啊！恁过去敢有受过全台语的访问？无这头一届。我原本其实是想讲，因为毋管恁过去做南管甲北管用合作伙的戏，或者是即届是以南管为主嘛，其实内底拢会用到真侪台语毋管你是要讲台语，还是讲是所谓的专腔拢会使。但是生活当中其实无接用，是毋是？台语伫生活当中，生活当中我有点远了后就无讲台语啊。但是你唱的时阵会唱啊，唱我讲是。你会甲当作完全无共款的物件就对啊。迄是无共款的物件。就像我咧唱外国歌共款咯。敢若有人会晓行咯，袂晓走啦，共款是用骹啦，会晓飞袂晓行就对。嘛是可能啊。这是我讲，所以我即届因为我有伫咧拄开始咱伫制作的时阵，我有提出即个条件嘛，毋是条件，讲提出即个要求，讲有法度无？讲因为毕竟我目前做主要的单元是台语话故事，拢是以全台语伫开讲伫讨论物件。那希望讲至少听有，无要求讲大家一定拢爱讲台语，但是至少希望讲大家会使听有。然后我发现，导演这边互我的答案真足保守的，讲拢听有。拢听有，我本来是讲意识是讲我本来按算是讲应该是大家拢真够讲台语。无啦，是讲听有。讲拢听有，我就是讲这个答案敢到遐怪怪。我想讲反正即届即个咱即届开讲可能对。咱做团员可能嘛是一个新的无共款的体验啦，大家试看觅，毋若伫做戏的时阵，有法度讲台语，平常时日常生活其实嘛会使讲。但是你若落3点钟阮就会使大家拢讲台语，为虾米咧？阮就慢慢豆想讲这里面就是安尼想好，才慢慢讲，可能3倍的时间。以前的团长，我感觉免到3点钟，我认为免到3点钟，你自然慢慢就会开始惯习。较强烈，但我专腔比漳州腔。无法紧啊，无法紧，一个母语的物件真歹调，真歹调，迄调袂过来。像我家己嘛是定定带宜兰漳腔真侪物件嘛是改袂过来。我定定讲内嘛，所以可能到讲到桃园，然后阮伫念，阮就讲桃园。哎呦，金门阮就念金梅。梅那边咯？讲哈梅啊咧。
梅仔是啥物？酸毋嘛，嘿，我是毋嘛，梅子我念做毋嘛，梅是啥？我想梅花才是。我台中讲啥？毋啦，我讲毋对啦，不是讲梅花啦。讲过台语的梅子，梅花就番梅花是无差啦，无差，迄就是专一定的事安尼。后来咱讲咱家己的即个作品吼，因为我嘛足期待，其实嘛伫要到啊，吼，一直期待要去看。所以咱先来开讲甲作品有关系部分吼，咱当然讲目前最近伫要推出的即个新的戏，或者金银毒或者金银秀吼，就是伊属于一个叫做西岛夜曲即款的即个系列吼，即个单元。甲你过去做另外2部，咱讲超新话3部曲的即个无共款的单元，之间其实虽然用无共款的单元来做，但是又有一寡关系，对无？因为我看恁的伫故事的简单的介绍内底，其实有讲过，就是即个过去前2部我捌看过，即2出，包括大新八吼，包括风来，拢有一个真宏大的即个上古神话迄个世界的感觉和神话观。但即届恁做即个金银毒是其实规个即个咱讲视角或者是即个设定吼，环境背景的设定，其实有甲锁伫咧一个固定的所在，就是伫台湾内底吼，所以你讲做即个西岛夜曲即个部分，但是会常常讲即个故事，如果是为风来角色内底有两个毋是人的角色，毋是人，或一个魂鬼，一个女鬼吼，为这2个人出发去外口的一个见闻，或者是看到啥甲大家讲即个故事嘛，这应该是无毋对吼。对。是安尼会想要甲这2个物件，伊个重新看做伙，因为我原本是拄开始看到即出戏的介绍时，我想讲你是要做另外一个无共款的物件，最后这2个物件伊个看做伙，偏偏因个毋是共款的迄个内底，因为我一直想讲。你过来做的应该就是3部曲第3部，你知影？想要讲这毋是第3部哦，所以这2个物件之间的关系是啥物咧？因为我想讲为什么毋是这毋是第3部？因为我写剧本足慢的，我公司迄边逐年都爱写，所以我家己就较慢啦。就是讲无嘛是爱有作品嘛，我就邀请朋友，就是研磨坊的方燕吼。野磨坊，我用台湾国语讲野磨坊，好像听得懂。不要台湾国语好吗？就是讲伊来好朋友来到写啦。写这我想讲本正是想讲换一个，应该讲有一个，譬如你先看的，应该讲神话系列是新大新八，加红来吼。对。那伊本来是故事是中国的神灵，刷来是中国的南台湾的，台湾的是我家己。写摆的，我想讲我本来讲就是要甲讲故事，一直讲台湾来，所以但是我第3部我未出嘛，我就把东西写讲，无你先写台湾好啦。内底吼一寡角色吼，是有讲一寡故事的迄个情节来线索吼，佮用我本来内底有诶，凊彩紧，看你是要伊故事的情节，是你要用伊角色，一个要悠哉的紧，就。家己就经历迄云贵、雨贵2个安尼。所以意思是讲导演因为本来就爱交作业，但是家己袂好写，所以叫别人先写。毋好讲出来。但是当然，大家听起来意思是讲，其实你若整一部即个超新话3部曲，其实一部第3部可能嘛是甲台湾有较深的关系。我看起来是安尼。目前是，但是可能会足奇怪。因为其实你的故事内底看出来讲，虽然内底有当时嘛会甲台湾有关系，但是毋是讲完全用台湾即个名，或者是讲遮明显就是台湾安尼的方式去做。但是咱有一寡联想啦，有一寡想法会夹做伙安尼。但是我讲真趣味是，你明明即届就是伊真明显就是伫讲台湾发生的故事，但是你头前即个西岛夜曲用的啥若是西岛咧？好，我本来是讲伊这。讲啥？这个系列是要讲，我想用台语讲，多期鸡蛋哈，多期团队的方式来做，但是伊是想讲伊靠有这个人文的关怀，伊想讲要来写一寡以前的一寡咱未过的代志啦，所以讲伊是要写白色恐怖，就讲好你写，写起来应该是讲伊要换这个。地球，我讲咱是东亚嘛，东亚，伊想讲咱是东边，但是如果用这个太平洋，用太平洋这来叫太平洋来做中心来讲吼，台湾是咧西边，是，所以就讲西岛夜曲，所以是大家毋捌听过诶。
小可一款跳脱原本的咱的以，比如讲中国的即个所在作为主要的观点，刷到搁较远的所在去重新来看台湾迄个感觉。中心视角安尼。啊，你伫做即个新的即出戏，金银岛的即个场景吼，咱的即个背景设定。因为伊当然内底会讲到真济，我知影讲内底有一部分是讲台语，嘛有讲华语的。咱嘛知影讲拄则嘛有讨论着讲台语的腔口其实甲伊的环境有真大的关系。你伫设定的时阵有特别设定讲伊是发生伫台湾的什么所在无？编剧讲的是台北啦，是台北，所以即个男主角讲的是应该是全腔，但是阮的男主角呢？是客家人啊，客家演员啊，做客家戏的这个演员嘛。对，所以伊学起来，但伊平常时也嘛有在接歌戏，所以我感觉伊是嘛是足辛苦的啦，因为讲伊伊客话讲甲足好的，但是外口学迄歌戏，甲阮的腔口是当然是无相啊，搁要学做泉州腔，所以足歹足恶解的啦。伊会讲的，啥物腔我变来变去，有时阵会感觉有一寡南部腔的，总混合啦。但是设定是讲，这设定是讲，就咧台北。台北的有打开什么所在无？可能阮想讲，做先生啦，大稻埕啦，有先生馆啦，伊做医生的先生的。讲较老这迄只。较老的应该是有好个的啦，阮想讲应该是遐啦。对，艋舺也是艋舺是也有可能啦，艋舺的腔就会甲咱导演的腔较活一丝啊，嘿，伊迄是三叶全腔吼，较活全副腔，甲鹿港较活一丝丝嘛。是啊。啊，你若大稻埕都搁另外一款腔啊，所以我毋知咱的演员用的是啥物腔，但是自在就好了。自在，后来就是差不多8-9成安尼袂歹啊。对啊，因为知影讲要做一出戏，有当时啊用台语，确实有即个问题啦。吼，你有考虑过即个问题吗？嘛是有，比如讲，我有一个我的母语的一种本位主义啦。我嘛是咧想讲，逐个外口咧讲恁迄种的，我若出去讲，就讲我好像是人讲即摆有福佬沙文嘛。我嘛我的泉州沙文，所以我想讲，我嘛要用泉州腔来演者。但是演的时阵嘛是。稍微心肝内底讲，我导演上大，导演导演就爱家己来教，每一个演员，我拢爱家己教，台词，我爱调，我台词我爱家己调，唱曲伊就那做曲，所以拢讲好啊，可以，我跳个不可以啊，袂使，我就开始讲，我就10念起来，咱知影讲。以南管来讲，叫做南音或者专音嘛，吼，所以其实本来是用泉州腔为主，即个部分应该是固定的，无啥会使颠倒着。但你当意思讲，连讲话内底对白内底台词，其实拢必须爱用较活台北专腔，尤其是我即个三叶腔迄款的方式去讲安尼。是。哇，迄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诶。对，但是因为安尼成本较低啦，我家己教免钱啊。我搁请一个教汉语的来，我毋就OK 了。而且伊教嘛，无一定是全腔，对，无一定是。对，因为母语即个物件真歹调。较全腔的做韩文的先生真正较少，台北真正确实是。我想全台湾拢无算济啦，讲实在。是。无讲实在无简单啊，因为我会特别想到即个物件，是因为我拄开始第一个想到其实是伫台南，因为咱讲台南即个南管真拄开始进前啦，较早算讲真请伊过吼。那当然相对依然是咱都嘛小可提起过，就是北管，所以北管有真济咱即个咱讲俗眼，因为过去以後我嘛甲咱遮聽友先提醒哦，以後其實我嘛有機會佫做一集甲宜蘭的北管發展有關係的故事，互大家知影講為着音樂的即個無共款的想法、無共款的流派，共一個人教出來的哦。咱講，咱過去講錯在文定先，就是講共款攏共一個老師教出來，共一個先生教出來，佮有分兩派，一個西片，一個福祿吼。你若是看，比如歌戲曲調內底定定用着這兩個所在，這兩個流派的調。內底玩家吼是真正會舉倒小台的，夭壽。宜蘭過去是安尼。何必考啦？咁啊，毋知宜蘭一寡甲北管有關的俗眼，比如講有啥物西皮碗官，吼，就西皮碗官就是講伊去靠官府這邊，福祿刀入山，所以因就拍輸啊嘛。像即個金神念實做陰神海拉後骹變道義，都有即款，因為因兩派拜的嘛無共款，一個是拜西秦龍爺，一個是拜即個。
叫做啥人？永雄说袂记，西真王爷甲即个拜王爷，一个是东面话，一个是拜即个天都元帅，所以这两个天都元帅我真毋太讲。天都元帅，天都元帅，所以这两个，所以因连拜的神明嘛无共款，所以定定伫相拍，所以真侪即款的即个台语俗谚，尤其譬如讲因过去宜兰北管即部分真定定伫拼阵，所以因的即款的即个俗谚就非常之济。这嘛，甲咱的即个听友先讲一下吼，以后预告一下啦，以后嘛会讲到即部分。因为宜兰较济是是北管，所以我较熟悉的是北管的物件。南管我一直感觉讲，伊是一个真温柔，会使讲温柔，也是真无共款的。我讲感觉就是较早可能好野人去甲我倒去做的一款音乐，我认为是确实有一寡无共款的即个特性啦，吼，会使安尼讲。阮的老师拢是好野人，还是？听起就是厝内爱小可有才调，也有时间互你去好好安尼点啊学，点来唱安尼迄个感觉。所以真无共款，所以我当然想讲，要问讲即个仪式的场地伫啥物所在，背景伫啥物所在，是因为我向去想着讲北管甲南管一寡毋管是法院还是当伫事件的时阵，迄个所在的变化。所以其实我拄开始伫看到即出戏的介绍时，头壳顶都浮现的是即个台南，顶都是台南。所以当听你讲对，确实因为台北的即个专区嘛真少啊，所以确实我真少会去想着讲到专区，我真少会去想着台北。但我知影讲台北其实过去嘛是专区真大个影。毋知啦。是安那宜兰人会是走到宜兰来，就是因为当初是五沙来甲为淡水起来到艋舺，拢是泉州人为主，就一直向内底去，拢互赶，生活无共族群有当毋管互动啊，或者是讲话上，其实拢无啥共款生活方式无啥共款，所以一直来，最后来到即个所在，所以无啥共款做今年度即出新戏金银镯伫做即个南管的戏主要就是以南管剧为主。咱进前做的其实是南管甲北管做伙，融合做伙。当时是我会去看即出戏，是因为我看到伊即个介绍，想讲哪有可能南管甲北管会使共做伙？因为进前我嘛有听过像王欣欣老师伊的作品迄时候，我就想讲，我知影这是南管。北管的戏当然宜兰嘛，佫有所以我两个拢有接触过。我想讲，即两个物件到底是安怎放做伙？哪有可能？所以我才走去看，拄开始是看红来，到尾甲看大新报，就讲真咱讲经验啦，就讲真正是行一条，讲真正有人做会到即件代志。迄时候，所以我想讲，我想讲，我非常介意这两出戏就是安尼。但是即届咱即个。做等于讲只有南管嘛，咱即届做即个经营做是只有南管，即个音乐的选用也是咱讲用，主要就是敢若用南管即件代志。苏慧老师这边有啥物特别希望互观众感受到即个风格，还是啥物款的一款感受无？甲过去咱做前两出南北管合作伙时阵的物件。即届敢若有南管是编剧的决定咱编剧人无伫遮，咱无法度说互编剧。所以编剧写了后，你要安怎去处理即个物件？对，因为伊讲这故事，伊安尼写起来，感觉是较适合南管的。所以就无用着北管。伊当初伫写的时阵，就有即个可能，反正大概就大概对即个规个剧情，然后佮伊的即个发展的方式，已经有一寡想法，所以认为讲，即个剧情会也是在内底人的互动啦，讲话的方式可能会较适合单纯用南管来表现。大概我伫大概也是安尼。你有感觉讲较轻松一撮无？相对比较咱前两出是南管甲北管拢你爱用合作伙嘛？你嘛其实我讲上厉害是当初是我伫看前两出戏的时阵，你袂感觉讲真爱叫，就是讲真就是宜兰腔啦，这大家熟知影真爱叫无小心就会走出来就是安尼。我当真少讲，但是什么个啥会走出来就是因为你南管甲北管要放做伙时，两个风格是非常无共款的物件。对我来讲，至少我家己经验是安尼。但是你有法度甲放做伙，而且袂互人感觉奇怪，规出戏内底啦。我讲这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对我来讲。所以即届你伫做，只要单纯放南管时，你看到即个编剧的要求先想讲总算有互我较轻松一撮无，还是佫较困难？
我是想讲安尼观众敢会困倒去，困倒去，所以拢写较简单，互演员嘛免遐食力，啊听起来嘛敢若较轻松，袂遐难管安尼，对。所以算讲是南管的新编曲调嘛，吼，大概是拢是新的，拢是新编的。有一寡用本来的谱内底的转法，转法就是讲语白的单法啦。是。啊，就是无唱的啦，迄种是无人咧唱的。本来是无歌词的，只有曲的。对，啊，我甲伊用一寡转法。甲伊变成讲爱唱诶，就是变成歌安尼。啊，编剧写遮个歌，伊拢有安好曲牌，曲牌诶名，就讲西岛译曲，是，就是讲遮个曲牌是消失的，失去诶，然后现在再捡回来的意思，意曲。然后所以这个曲牌名是伊安好诶，啊，我甲伊写曲入去，就是咱其实是新做诶，但是变成讲用一个新诶想法讲，其实咱甲当作是一个过去已经拢消失啦，咱重新搁找回来迄个感觉安尼，所以西岛一曲拄开始是，有时候一曲是安尼扭转来意思。大概咱即届会特别去找咱另外一位乐师嘛，嘛算讲我诶朋友是吉普杨志博，甲伊做伙来合作，你是有期待讲为即个南国曲做出啥物款新诶无共款诶效果，还是？看北沙标精，你会使我甲你讲，我是拢袂教掉。我讲无要紧是讲，你要用啥物语言讲拢可以，这无一定，你欢喜就好。我意思是讲，你甲吉普合作，第一是当然咱讲伊是咱讲笙歌，伊主要是演奏笙即款乐器，咱较少看到，伊算是真有特色的一款乐器。甲伊合作，你特别第一是为什么要特别去找伊来做即个合作？找伊是导演找的，我熟悉。原来是导演找的。以前少年时阵捌听过老。你讲个敢若打无少年共款，人打嘛是个足少年的。我以前我少年，毋好听打句。就是伊讲我阮较少年时阵听迄老先讲以前南管的乐队内底是有声，红星，但是凤声听说过，但是毋捌听过嘛。是。所以讲上迄企划案的时候就讲，无就邀请伊到顶来，做一种实验空毋知舞出啥物趣味的音乐来，就伊嘛讲好，平常时嘛出去接迄广告拍广告片啥，想讲就介绍开始起嘛是足恐怖的啦，有一种明天过后的感觉，伊刚拄开始的时阵，但是即马经历就开始有就要出去科学会老师嘛，有找到一寡资料是文化部的文化部你顶摆互我看就是那个古代就是留下来的南管的指谱里面的跟笙有关的指法，对，因为那个谱里面都会介绍每个乐器要怎么弹，演奏安尼。所以等讲即届嘛，真拄好讲你甲即个笙即款乐器嘛，夹入来了，变成讲，因为咱讲这是重新用一个新的想法，讲叫做译曲嘛，就是甲消失的物件找倒来。过去本来就有笙，所以即届你做新编，但是伊佫甲笙佫吹入来，所以变有一个相对应的感觉。讲了就好，我都无想，无想到这。但是这确实有对应到嘛，这冥冥之中啦。所以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但是你要甲笙合作会足艰苦，因为你过去应该嘛无做过嘛。我目前看所有南管的演奏，我嘛看过有笙伫内底。对。你家己本身较早你嘛毋捌看过？嘿，毋捌看过。你即个甲笙合作，甲演奏即个笙的声音来合作。因为我本来嘛是弹钢琴的，就是国乐嘛是算过。因为国乐的发展即嘛就是讲较
西方的方式，就是以和声为主的一种音乐。那南管伊是刻白为主嘛，所以伊是以旋律为主的一种音乐。是啊，这个要合起来的话，就是说一种就是会变得很像国乐，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听的那种国乐这样。然后不过这届当然是较希望讲莫行迄条路，因为迄条路就是讲嘛是有别人伫做，安尼都无心色啊，对吧？嘿，敢若是安尼意思。安尼毋就佫较困难，因为你本来就已经这两个物件要合做伙，就已经无遐简单啊。你佫爱甲人会做，做了佫无共款。对，所以这个磨合过程，我想应该真艰苦的款。是较艰苦的是智博，智博较艰苦的对吧？你有听过纳西古乐无？没听过嘞。你等去听上来，再等去听看卖，那个声加进来就很像纳西古乐，这那种感觉赶快。但伊个爱保留讲伊是南管的风格，袂使伤过走精，对无？这个部分咯，爱请演员，就是伫咧唱方面啊，较大家咯，较会使接受讲这是南管的唱智博吹的声的部分，伊也是有用一寡现代的声乐的现代和声啊那些去制造那个气氛啊。所以其实嘛是有一寡新的技术、新的技巧来合作伙的，对吧？可是因为恁真正伫做的迄两出戏吼，红来甲大新北嘛，你嘛袂使讲伊真正是南管戏还是北管戏，伊嘛毋是，伊是剧场戏真特别的一款感觉吼。所以包括你的布景啦，你人讲话方式，甚至甲即个咱讲面具啦，你用的是真正是甲迄个立泽迄个。无独有偶，用想袂记迄个，无独有歹势，真正无独有偶吼，无独有偶即个伊用的即个面具，比如咱讲大面吼，因为你会较像大面的，较无像红仔，因为你主要是伫你头顶一个大型的，吼，毋是讲规个红仔规身安尼，系用大面的方式，嘛拢真无共款吼，所以逐届你做的物件，我感觉拢会互我一款你哪会想到要舞一款物件伫内底，感觉安尼。细汉有去讲。所以真侪念头、真侪想法，甲做伙吼，甲集合做伙，确实是有一款的感觉。咱即届即出戏其实总共是3个演员嘛，吼。那3个演员，听讲我印象中是应该无一个人会晓看即个公车谱、公尺谱，对无？本正是拢袂晓。毕业老师是进前前一出有合作过。大神吧？嘿，大新北有合作过嘛？吼，迄时阵有需要看公车谱无？伊有想要甲阮教，毋过吼，实在是伤过痛苦，所以伤过痛苦，变做迄当阵就变做硬听。反正一休到尾啊，放弃就是小可硬背的方式去做，用硬背硬听的方式去学起来，就是伊讲，反正传统就是一直听，听甲会晓。以前的人可能就是一直听甲会晓。伊讲无恁就用即个方式，所以阮就听甲会晓，甲背起来安尼。毋过其实到尾啊，艺修季对前年。前年开始，伊真诶足认真开始讲，无咱大家来对头。毋是我足认真讲，是我足认真甲恁讲，恁敢有要足认真来学者？安尼听有啦，你知戏拢搬了。我点仔黑白说、黑白讲吼，误导观众吼。当然是用较现代化语讲法，叫做情绪勒索。台语无一个固定的词啦，但是我进前伫网络顶管嘛，甲大家伫讨论即个名啦。那我可能会用即个人情检讨的方式来，叫做检讨啦，讲听做检讨吼，人情检讨。阮是惊后摆无戏通播，所以顶届还佫毋免，顶一出戏还佫毋免学到即个公车谱，即届迫不得已嘛是佫互你拄着的，对吧？无就参甲学咧，想袂过，该来的想袂过就对啊。所以因为伊进前要甲我讲一寡修正的地方，其实你若袂晓讲词谱，你真的毋知影伊咧讲啥。其实听无，伊讲这爱重音，这爱安怎？我是讲什么意思？
敢若会使硬模仿。嘿，我敢若一直模仿伊，毋过我毋知影到底是啥物意思。所以即届真诶认真学落了后，对琵琶开始学，真诶会晓弹啊，真诶谱会晓看了，才明白讲啊。原来以前讲的是这个意思，有开通啊，对，这个感觉当初时讲的，我知你讲啥。在2008年的时候，你08年的时阵，大神把首演就是你，是，看起我知影啊。所以我较闪嘛是闪袂过，该来嘛是爱来。10多年后嘛，2008年甲当嘛10多年有啊，10多年来嘛是闪袂过，该拄的嘛是爱拄着就对啊。命中注定。重新你学这个公车谱，因为包括你嘛。当初是范世时会背，但是甲当你真正必须爱看，必须爱了解南管的伊的节奏、伊的调性吼，伊的这个感觉风格啊，包括伊的演唱、语言拢无共款。这个心情或者是你家己的感受是啥物？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是西洋女高音，我知影，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吼，咱譬如其实台语正式叫老师是叫先生啦吼，但是我知影讲大家有知影对先生诶合作伙当作敢若男性共款，所以我有知影会习惯着个讲老师就好啊吼。那譬如老师是其实是唱女高音吼，对女高音的声乐的对无吼，所以唱声乐啊，完全是无共款的物件呢。其实我嘛真好奇是安怎，以前伊小会找我，我感觉真奇怪，就是你哪会找一个女高音要来唱南管，然后我感觉我以前，我感觉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就是讲，伊找我，伊想要，可能嘛想要对我遮找着看有啥物新的方式会当融合。对我来讲，我是感觉讲，我到底是爱学。真诶学甲足会晓诶南管，也是讲我只要有一个啥物南管诶感觉，一个基础一个。所以这中你也知影讲，这10几年其实是这中有真侪爱思考、爱磨合，冤家嘛是会，就是讲到尾啊，到底是要用啥物款诶方式？结果我到尾啊想讲，其实咱拢咧讲跨领域，是，跨领域到底要安怎跨？是，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安尼其实是讲，我感觉讲到即马，我会感觉讲，要跨领域应该是我嘛爱对另外一个领域，我爱对伊有彻底的了解之后，我才知影讲，以我的本来学的物件，要安怎跨到另外一边，到尾啊，伊会当融合在一起。我感觉是安尼，所以其实。搬到即出戏来，我感觉讲学会晓弹琵琶，学会晓看讲词谱，过来唱，迄感觉是完全无共款。我嘛知影讲，以我的训练去唱南管，应该嘛无改成，就是讲袂像苏慧安尼，伊小因开喙，就是。你就感觉讲，正南管是真诶南管，是真诶南管。我唱我就感觉讲，我家己录音我像无成。我感觉有法度听出无成，本身就是要有一定基础咧。伊即摆会听出来，已经听出来讲无成，但是以前是讲。差不多。对，所以我讲等到毋知的时阵，感觉差不多啊，都应该是安尼吧。真差无偌济啊！即摆开始知影讲无成。但我当时想讲，你是要讲，我嘛毋知当初是你是安那会接这个工课，我嘛是讲你是要问讲。我嘛感觉我真戆大，我想讲，以前哪会敢？你当初是安那会想讲，因为你做声乐，甲这是完全无共款，就算你还袂接触，你大概也嘛会知影讲这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都无知啊！我搞怪啦，咱当然，那么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咱的导演身上，就是讲，当初是你咧找演员来，你这个条件或者你的想法是啥？包括你即届3个演员，其实拢甲南管本身无直接的关系，对无？我家己是想讲吼，要做我家己定义是讲定位是做现代剧场啦，我毋是想讲这是传统剧场，是，所以我是想讲，我来找现代剧场的演员。都一种拢吼，
都不论因讲为做音乐音乐剧的啊，做声乐啊、唱歌剧啊，或是可能是别种戏曲的，拢会做。所以因为入来时阵，大家不是讲磨合啦，应该讲是有一个激荡。那个元素就是无同款的迄种，要怎讲？无同款迄种趣味，或新的形式的对这内底来，敢若不同的父母生出来囡仔无啥同款。你就知影讲，我毋是要做本正迄种人家原汁原味的，但是我阁想要讲有介绍，种阁较侪人来用南管。搁较侪人，因为无就你家己人点仔算无趣味嘛，敢若阮一3、4个人点算无趣味，变无物件通变啊。所以若愈侪人看，南管佫会安尼变安尼算，愈来愈侪人，我就感觉足好足算。我袂讲家己做戏家己爽，嘛会使看别人做咧好戏，我会来看。所以即马开始即几年嘛是有足侪人开始用南管开始做，像苏慧老师伊就开始。无独有偶苏慧老师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伊就嘛有邀请伊去写歌。伊即马足红的啊！即马四季拢人咧邀请啊。我听起来，即先讲啊，有一句俗语叫做掠一尾通你尻川腰，开一句话。但当然，我真介意即款的方式啦，即条讲讲生像，就讲，确实我感觉出来讲你。毋是要做一个传统戏曲，我想这是无共款的物件，所以结合真济，其实看你真正的作品嘛，会知影讲其实结合真济现代剧场的物件，无共款的物件。咱等下等下伫讲下过界跨界下过界甲斜杠小可，我感觉小可无共款是，可能是一个大的领域，比如讲平拢是表演艺术。但是内底，咱大家袂甲遮物件放做伙，内底凡是有舞蹈的，有像讲声乐的，有传统戏曲的。有一般的舞台剧的，可能有即个音乐剧等等真济无共款的物件，但你会想讲平拢伫舞台顶，啥若袂甲，即个跳即个，跳即个，甲做伙试看觅，有即款感觉包括你的背景、你的舞台嘅设计，我感觉拢有即款的感觉出来。所以找家己麻烦的做法就对，但是是真趣味。我感觉就是，尤其做表演、做艺术的人，定定拢会用找家己麻烦的方式来创作出无共款的物件。我伫想。其实我感觉讲，我感觉艺术咧做的物件是，我感觉真有意义的一个代志是讲，那安尼一直实验落去，一直做落去，其实伊会长出新的东西，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是。其实我感觉，我一直感觉讲，我很幸运会当参加这个剧组，就是讲一直对南管去学起来，佮甲我的，譬如讲伊去找无共款的人咧合作。这个物件会当激荡出什么款的新的物件？这个物件是属于咱家的、咱的，会当对这新的物件一直发出，可以长成大树的感觉，就是讲，因为唯有从我们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它才会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伊吸取无共款所在的养分，毋管伊是来自中国的、来自西洋的、来自无共款所在，最后伫即个所在，因为是咱伫做的，台湾家己的人伫你即个所在成长的环境出来，甲结合做伙，慢慢变成发展出你家己一个无共款的物件，而且佫会使千变万化啦，因为是无共款的比例、无共款的物件，就像咱拄仔伫讲腔口共款，每一个所在因为比例无共款，迄个腔口感觉就完全无共款啦，所以真趣味啦。因为我伫美国读册6年，读到尾啊，其实我到第5年开始，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走出来，是讲是安怎我一个台湾人伫遮咧学西洋的歌剧、西洋的 opera， 是。对我来讲，我开始有即个问题走出来，我就即个问题走出来了，就不行了。对着一个关卡就对啊。伊变做是一个。是安怎我要做这件代志？我做这件代志的意义伫对。我即马学这了，我转来会当做啥？是。就是讲，我嘛会当，其实我嘛会当转来继续做我的女高音，继续唱外国歌。是。毋过对我来讲，总是感觉欠什么物件。毋知，迄个感觉就奇怪，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在英文讲 identity， 就是你的认同，找无你的认同是啥物？嘿，我找无我的身份认同是啥物？是。所以
其实我感觉你这个念头造出来了后，我感觉老天爷会回应你。结果我就熟悉艺修，伫剧场甲伊搬戏熟悉伊，结果伊就找我来做男管，我感觉这是冥冥之中一个真奇怪的，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嘿，所以一直一路到遮，我感觉这是真趣味，毋过对我来讲是伫我的生命内底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代志。我毋知影佩老师进前伫咧无共款的访问内底有提起过即个代志无？学声乐拄着即个关卡，包括你对自我认同，因为你学西洋的物件，你养分拢是来自国外的时阵所拄着的自我认同一款冲突。你捌伫其他的访问内底提起过即个问题无？可能无讲甲遐尼深入啦。因为我真介意即个讨论是，确实这是咱伫做，比如讲我家己伫做台语话故事的单元，主要拢是甲台湾有关系，即个毋管是妖魔鬼怪、新名在地的新名故事，毋是发生伫中国的时阵哦，是比如讲咱遮个庙过去有讲过。宜兰有3间庙、2间庙，三国王庙甲即个法主公庙两边斗法，真正发生甲导致另外5间迄边永安宫、妈祖庙的即个好夜无去的代志，真正好夜无去啊！所以我讲的这个故事是真正会使去遐个庙看，遐个庙拢好伫哩。包括有真侪像即个石圣爷公的寒光的故事，等等真侪拢是在地真正发生过，或者是甲过去的传说有关。咱在地的传说，全包括台南咱讲府城3大奇案，这个物件，再到宜兰的即个东港仔粉，宜兰基本上你行路的无小心若去弄着人拢会因兜绝对拢甲带东港仔粉有关系。只是你毋知影尔，包括我家己出来，我的亲戚嘛有，你一定拢会拄着，但是大家毋知影。冥婚，咱讲冥婚，但是宜兰冥婚毋是伫路会捡红包，你放心，路会捡无红包，无遮好康。迄若捡着真正会使走转去，迄无代志，因为我毋是安尼做的，所以真侪像遮个物件，反正慢慢会消失，其实，但是就像拄则比喻老师讲的，其实。这就是咱的生活内底发展出来，凡是伊的来源就开始是可能为中国、为日本、为倒遐来，但最后伊是伫即个土地发展出来新的物件。所以你讲这个故事，你做这个代志，甚至用这个语言伫讲这个物件，其实拢是希望讲慢慢建立咱所谓当讲打较流行讲 IP 嘛，或甚至讲 IP 化这个物件。就像日本咱定看因讲啊，因的这个故事啦、妖怪啦，还因过去的历史啦，什么战国时代、战国时期啊、织田信长有无？不断一直伫，不管是戏剧啦、电影啦、连续剧、舞台、卡通，咱讲看这个红仔册嘛是咱这动画等等，什么物件伊拢会使甲这个物件一直吸取出来，重新发展，因为伊基础已经有在啊。咱台湾也无遐清楚的基础，是大家也无去看即个物件，所以一直伫做即个代志。但即个物件的根本，咱伫讲即个代志的根本，其实就像刚刚比喻老师讲的，其实是认同的问题。咱在地认同，所以所有即个不管是表演艺术、即个故事，新的嘛无要紧，重新写的咱家己现代新编的嘛无要紧，因为你袂为什么拢无向补出一个物件，咱有法度写出一个故事，做出一个故事嘛是因为你的生活。你过去听过的物件，你的环境、你的语言去成长出来的，所以这就是在地的物件。是啊。所以共款，毋管咱讲金银座、金面岛，还是讲过去甚至你做风来，或者是做导演做这个大新八，看起来敢若是中国的故事，其实伊嘛是台湾的物件，因为你是伫遮发展出来的。这是啥呢？我真介意这两出戏，包括我嘛足期待即届新的这出戏的原因是，共款其实迄内底咱的在地认同是。无需要你甲你讲你爱认同啥，你看你对家己有感受啊。我认为是安尼。金银成团，寄在身。你过了安怎？迄是大久之前，我啥无啥会记的。人呢？怎么会？刚刚明明还在。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他说，为什么人就不见了？梦了飘忽，日暮休眠，是梦是真，但断定。
后来咱讲转啊，咱家己戏本身吼，伊即届无啥共款是，你即出戏是台语、华语拢有使用。吼，你进前两出用的是咱讲新话语，或是自创的新话语。那即届用的是台语甲华语拢有使用。伊的比例大概是安那？你会使甲大家先说明一下。应该即摆有3场嘛。三场之外，还有头甲尾啊。是。头尾拢是新话语。是。但是三段的这个正戏内底2段是讲台语，1段是讲华语。是。即个比例你是安那去准则的？就编剧写来伊讲啊，对啊，你看过遮乖的导演无？编剧无来的，啥物拢要送互伊，编剧嘛送互伊，哇，啥物拢送互伊。我即摆我连讲特别邀请即个编剧单独来讲，这我是怎么拢讲你的？下摆讲一集吼，会使请伊来，就搞讲啊，应该是讲我即摆做法较无共，因为伊早。就本我家己写，比如讲要做音乐的时候，我书会就甲问讲，你这边哪音乐要安怎，我就甲伊讲，我这边写什么感觉，是。但是即摆别人写嘛，我就拢做放鸟啊飞，恁安怎飞我来，我即摆安怎处理无要紧，所以伊是决定，比如讲第2段是2002年，今年就是今年现代，另外一是1904，2002年那是今年2002年，我大概拢安尼，我的脸书嘛是等下2012，所以是讲今年2022年的故事是。嗰个是民国几年？60几年。1960几，民国40几年啦，差不多安尼。40-50年，时空交汇啦。迄个另外一个女主角是伊是国小的老师，国校的老师，所以伊就讲迄阵开讲华语。即马今年的做一个那个逢魔时刻的时空穿梭啦，所以2个拢讲华语。逢魔时刻就差不多是日头伫要落山迄个时阵，下晡的时阵嘛，即个啥物有诶无诶拢会使走出来，迄个高界野高界的时阵嘛，日本的即个逢魔时刻嘛，即个概念嘛真明显。白色恐怖迄个就是规个家落内底嘛，尤其是一定是讲台语嘛。若头一场迄群老诶头家娘，是想讲伊68岁啊，伊就嘛是讲台语，所以是安尼用安尼决定的啦，是安尼决定。咱导演的即个转腔带较重，我感觉真有特色。我计是真介意听无共款的腔口吼。那咱的听友有听无啥像，因为确实因为目前转腔会较弱势一撮，但是将腔较强势，大家较听，所以会使互大家留话来做说明。我甲大家做说明，增加一寡互动，所以我绝对拢袂甲上，袂替大家，绝对袂替大家用形象出来。你家己来问，但是我敢听就欢喜啦。但是我嘛真爱听，比如讲鹿港人伫讲话啊啥，我感觉是真有无共款的地方的特色，这拢是台湾的一部分，而且拢是真有特色。真应该互大家去了解的物件，所以我感觉这是好耍啦。所以你既然嘛是甲即个即出金面岛，就是伊是定位伫咱讲西岛夜曲吼。那夜曲你嘛是用系列即个名来去讲吼，下咧即个方式去讲，代表讲伊应该佫会一出。照你讲是安尼嘛？我若申请着经费吼，袂了吼，我就做会一出。所以有即个想法就对，讲确实是会继续做，毋是讲即出我就要结束安尼。会啦，但是就是可能安排爱想看觅，但是一定会出现的，一定会。看起来即个咱讲即个下的较华语的讲法啦，吼，因在伫咧台语内底较无即款的讲法，讲系列啦，下咧即款讲法，感觉是讲你大概做诶，因为你对我讲这其实拢是一款都市奇谈，或者是都市传说的方式去做，所以可能真侪拢会甲现代有一寡连接，较我现代的感觉嘛。吼，所以甲你真正伫做的即个超生活3部曲，其实是分真开啦，但是时代来讲，其实也是分先开的。那你既然已经有做即个以全南管为主的即个作品。有考虑后一部做一个全北管的作品无？全北管也是会做，但是我北管我较无熟，是淑慧老师较熟啦。伊是南北管拢解通兼通啦。其实你若有听你个，我介绍者，因为迄大新报内底吼，一条迄清河夜明。是。你看迄红来，你讲红来吼是南管做南管，北管做北管，是分开的，但是。
同即出戏内底拢有，但是是分开。但是迄星河夜明大成班内底迄曲，伊是南管唱，同一曲哦，唱到尾啊，变八关。我有印象即个代志，所以我迄时嘛是讲想讲，哪会有法度去做甲即个结合？嘿，这可能真正是全世界，我讲实在，至少我家己个人真正无看到其他所在有，所以这真正我真正足建议讲，咱的家己咱的听友吼，你会愿意听台语的频道，讲实在，我嘛有大概知影因即个听众因的，咱讲轮廓啦，或者是因大概是啥物款的听众，其实真侪人是真正对家己本土在地文化是足有心的，这是正讲在地本土物件，而且毋是啥物100年前、200年前的物件是。自古早甲当不断的发展，一直的发展，一直的生出新的物件的一款作品吼，所以我真希望讲大家真正有机会，应该佫一刷票，会使有机会真正爱买票，佫有时间，因为我即部即集应该是后礼拜二应该都会发布啊，因为赶时间嘛，希望讲伫咧演出进程，吼一直我有伫掠即个时间，所以。希望讲大家真正若有机会，紧来去买票去看，因为我一直出来，伊还袂出来，刚刚公布即个物件，我都时间，我连迄个行事历，我即个日期点已经注明好，啊时间到就跳出来，我就去买。我惊讲想要爱微博啊，就甘心。讲到咱即出戏本身吼，所以不管戏后壁要做无做，毋知影，也是讲有即个想法无？全北管是以北管甲为主。看编剧有写无？我真感觉我戏看了后，我是毋是应该邀请编剧单独来小可开讲一下？嘛是会做啦。阮即马就爱开始做一个经济岛，内底一定会用到北管啊。有个3管共治啊，就是国表艺，就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是北中南各拢一间嘛。嘿，是。所以有一个计划是讲3管出钱，阮有就明年是就阮去做啦。所以有南北管拢有。但是拢是用一出戏内底南管甲北管拢有嘛。但是有纯北管曲为主的无，我佫毋知影。看编剧，就看编剧，命运决定。冥冥之中自有注定，该出现时就出现啊！所以这个体育老师可能爱开始准备换北管是兵马歌。其实星河夜明就是我唱的，所以我对南管专去北管这个东西，我就感觉讲真神奇。毋过对我来讲，就是毫无违和感，就是接个就顺的，感觉像即马。用很进前是演神话，即个是演现代剧，现代剧。你就本来我开始的时阵想讲现代剧要安怎用南管，你知影用南管的音乐去演现代剧，足奇怪的时装剧。然后结果安尼排落来，我迄天排练了，我甲导演讲，其实我感觉即马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就是包括剧本的写法，包括剧的安排，包括遮所有的物件，我感觉讲，哇，是安怎南管会当伫现代剧内底斗甲遮尔好，完全我家己搬起来，完全无迄种，即马突然间要创啥，还是突然间要做别项无共款的代志，迄款感觉拢无，感觉足自然的。我讲这是毋是一部分嘛？是因为你真正进入南管即个物件，所以你会使看会出来底到底做啥，毋是硬学硬背的方式啊。当然，因本身该到位的早就拢到位啊，拢伫遐环境做出来啊，都剩下你就是要等你甲即个空甲填好不完的。应该是安尼，包括对一开始，因为编剧是我有另外一个团，是我甲编剧，阮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的团。伊咧写即个剧本的时阵，我知影伊拢会创啥，伊拢南管的音乐放落，放规工的哦。伊咧写的时阵，拢是伊去找南管的音乐，就是爱有迄个气氛，有无？有迄个感觉，伊就规工，逐摆听用迄音乐咧写。
所以我大概若去剧团，我就听着伊咧放的音乐，放南管，规工伫南管内底，所以一下，所以伊写出来的剧本就变做讲，伊就有一款迄款南管的时间甲空间的感觉，变做阮咧播的时阵，阮咧念台词，阮咧创啥，阮咧表演，嘛爱有迄个。感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在里面，所以迄个表演其实无遐尼简单。就是讲，阮爱变做演员的内底爱真。我讲，我迄届咧人咧访问，我讲这是一个很吃表演的一个剧，就是你袂当凊彩甲迄台词讲出来，还是讲你。内底你讲即句话，甲后一句话是安怎转过？这爱内底演员内底家己爱足饱满的，足实在的，你才有法度用即个时间甲空间安怎甲转过，然后变做啥物代志，然后制作出迄款魔幻的感觉。透过演员本身的表演，其实必须要去营造出规个空间是。我刚才看你的动作，看你讲话，你的情绪，你会感觉真正是一个环境，你设定好的环境内底，就感觉是，这是真正是功夫啦，讲实在。是，这其实看起来敢若无遐简单，其实剧本看起来敢若无啥难。啊，毋过你真诶去播的时阵，你才知影讲，这爱足济功课，剧本内的空间就是你爱去甲填满的。是，看剧本愈空愈惊，你知？大概是即款感觉，我咧想。那导演这边，你的超新话，咱头前已经讲，你还搁伫写嘛，会使小透露一下无？作为一个戏迷，我嘛是一直咧想讲，你到底第三部想要安怎舞？这个要求吼，顶摆敢若魏武营的那个艺术总监嘛问我这个，都是讲要等10年，搁要等10年迄款。无啦，我即摆我跟你讲，但是即摆剧名有啊。会使有法度讲无？剧名会使，你莫到时第三部出来名完全无共款哦。我甲你讲，我到时因为这可能网络电源，看网络电源是我嘛袂摕掉哦。你无我到时一对讲，啊，就名无共款。我们这第三出叫做班中神，瓶中神是安那？即像咱讲花干迄款板，花板迄款花干啊，迄种花瓶的瓶嘛。因为我即摆用华语写迄个本剧名嘛，所以就用迄个板。有啥物可能想法？你总袂使敢若花一名。这个板哦，这个板内底装啥物吼？目前也是未知数。但是有可能，我怎样讲才袂使？就是它会比较大概的方向就好啊。大概的方向哦。我来讲吼，这大新波是。个人的自我成长，讲的是勇气啊，对吧？然后第二个是后来是讲国族的，内底是讲中国甲台湾的故事。那第三我是有想要讲关于死亡啦，比跟死亡有关系的，有个譬如人到中年，开始有中年危机，所以开始对这种开始。所以其实听起来三部拢是甲你个人的人生经历有一寡关系。是，包括时间也袂够，写袂出来，就是这意思。以10年做单位啊，是差不多。跟他紫微斗数，那你10年大运到了，考下集出差。咱甲这个所在先因为我知影讲苏慧老师，我其实今日看你早，我讲二伯啦，有人讲二伯拢有嘛吼。我今日看你早二伯来，我甲知影你有早啦，因为跟咱之前敢若无特别。我印象中敢若无讲到即个代志。我就是讲因出庭应该唱歌。当然非常之好，但是我拢真歹势要求，但因无共款的录音空间，无一定每一个人拢有适合，有因为讲即个环境是适合的。对，但今日既然咱即个老师拢有写嘛早来啊，吼，语白嘛早来，写无早来无得讲话，所以是毋是咱会使一撮互大家来批判一下，吼，咱来听一声。对，还袂开，但还无机会看，还袂看到戏嘛吼，时间还袂到，但是会使互大家小听一撮无？好，还要听倒一个？我唔知啦，你即马是要啥？没有教课要出考题。对啊，我你安尼讲问我说唔知要甲你应。你有唱一个导演来发导就好啊，导演你较使唱一个。哈？
撇甲塞，撇玉啊，屁仔，你袂晓用连我的名。阿碧台语无办法啦，阿撇阿撇，对啊，撇撇甲塞嘛你会使啊先唱一个，我再我唱。唱啥？春来好，好，好，系啊，要用考试。请。春来无事，无事看花好，三冬结景。秋风秋美丽盛开，更有百番子韵，水无怨尤。水无怨尤哦，好，可以了。好，来感谢非常爽哦，因为我前几工啊，拄访问迄个进前得到金曲奖吼，既然讲金曲奖即个台语的歌王，伊嘛早伊的吉他来现场弹讲哦，敢若 VVIP， 我之前去看戏嘛是坐伫台骹看嘛，吼，即个伫你面头前即几景吼，弹互你听哦，够爽诶。唱了无好，请多无包涵。无安尼讲，无安尼讲啊！咱做节目上大的福利是啥？就是即个表演者愿意伫你面头前表演互你，或者是别人无的咧。吼，当然嘛是回馈互咱遮个听友吼，会使来做伙听遮个音乐吼，会使感受到南管的一寡特性。我相信大家伫听，包括唱的方式吼，发音的方式，啊，到遮个曲调，拢是甲过去你若一般敢若看过去传统戏曲，比如歌戏啦啥，其实是真无共款的感受，但是绝对毋是古早安尼尔吼，伊真侪物件是现代的物件，甲结合做伙，我感觉这是非常希望大家会使去参加，会去看的物件。当然，因为大家只要看到比如讲南管啦、北管啦，吼传统戏曲，真侪人嘛是会惊，对无？惊讲啊，是毋是会困去？吼，对，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代志吼。大家这相对毋是遮随大家拢知影，遮伊毋是演唱会，吼，简单讲是安尼，所以伊总是会有即个咱的规个即个观众人数较无遐济的情形吼。当要做即款的戏，恁家己要安怎看待？讲咱做即款，咱讲若华语讲较小众的市场吼，但其实分众嘛最重要。但大家拢伫讲，其实毋管你要做任何的自媒体嘛好吼，你要经营啥物件，其实你已经大部分拢无伫期待啥物有做大众啊，吼，咱一般拢是小众的市场。但是传统戏剧结合来做打现代的物件，甚至歌戏内底其实嘛有较老戏的迄款，吼嘛是有较死行迄，大概一卖都可能票都一下都卖了的嘛有。但是咱看出来讲，即款作品，绝对毋是讲所有人拢随有法度进入。我讲实在，这是足现实的问题。恁家己要安怎来看待即款的做即款的戏，可能会拄着讲，你伫做啥？我看无咧，南管迄我看无，迄感觉足好困的感觉。但我讲有法度通困嘛是功德一件啦，讲实在。是啦，但是即摆人足歹困。当偌济人失眠，有法度好困，讲实在。会使来困啊！这钱绝对开了会价值的。不如宣传啊，用改用这好啊！咱已经做毋着。无，即出已经应该是即摆绝对困袂去，绝对困袂去。其实阮咧写时阵，譬如讲你讲戏剧，阮唱的比迄个昆剧搁较慢，昆剧人拢讲呀，对，搁较慢，阮比较慢。是但是阮在做戏，譬如讲你若要唱较慢，若唱2-3曲，可能2点钟，啊你戏
迄故事还未讲到头啊，讲到尾咧。所以阮拢有处理个，拢处理可能较紧诶，速度较紧。其实中爱做一个，咱讲磨合是处理一个平衡就对啊，就是讲。有足紧诶啦。我知影讲南管有一部分的曲有较紧的，但是整体来讲，比如讲，阮知影讲一个字可能你得分字头字、北字、尾顶顶啊，切较足长的吼。有个人真正会挡袂牢，讲即个字佮打袂上了，有头一直变化。当然，所以一定会有一寡人对即个物件会有会惊啦，惊讲我是毋是真正困去，敢若家己足无即个无法度好看戏啦，讲较好听是安尼吼，所以。其实我表演到即马，我的感觉是，这几年来，我的感觉是讲，只要是好的表演，再长你都不觉得长。对，我讲只要是不好的表演，再短你都觉得好长哦。就算伊伫遐唱歌啦，去遐跳杆呢，讲实在，你会想要困的时候，你嘛是会困去，对无？是。我讲，当然第一是听到导演，大概会使知影讲导演意思是讲，咱其实你内底会做一个磨合，就讲。要安怎互更较侪人有机会接受，去听去看，袂讲甲你想的共款等安尼落等甲你要困去。第一毋是安尼，第二像咱拄仔比喻老师讲的，伊的剧本是好的，伊的表演是好的，伊的音乐是好的，伊物件只要有够好，你就无需要烦恼即个问题。我想大概是这两个部分来去做去面对讲咱的市场的情形安尼吼，咱的剧场的市场的情形安尼。恁家己生活当中，拄则其实有小可讨论过嘛，用到台语的机会其实无讲介济，对无？但是恁明明南管内底拢是台语，对无？所以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因为我家己目前做的节目。头前我嘛捌做过华语的内容但是后壁因为拄像拄仔讲的原因，我希望讲建立台湾的咱讲 IP 化即件代志慢慢互台湾的即个 IP 或也是咱拄仔讲认同即个物件更较饱满，所以我搁捌拢伫做台语的部分。那伫做台语的宣传，拄着真济，我会去找甲台语有关的伊的作品，甲台语有关的，可能做绘本的囡仔绘本的，有唱歌。嘛有做其他，比如出诗集的出册作家等等，无共款人拢甲台语有关系。你目前是我所有访问的人内底，日常生活中台语用了上少的。有可能，但是阮应该是讲，阮是，譬如讲外口，阮咧做工课咧排练时阵，有讲客话的啦，有台语无啥会讲，你无可能。有时阵无，譬如我咱排戏排练，内底讲台语开始我可能就台语就出去，就是讲无对，人听无。比如讲伊讲客话你超工甲讲台语，所以我就会讲无我就讲华语。这嘛是因为环境内底斗阵做工课人有当时确实是咱伫使用台语会拄着一寡为难语，毋是每一个人拢使用啦。这是较为难的所在。但是恁家己伫看咱先不管家己日常生活使用，因为至少其实恁是拢有法度讲的。那真正有需要，比如讲我全程咱拢伫讲台语，但是恁嘛是有法度听，有法度甲我讲话，有法度甲我开讲。恁家己伫看待，包含着台语在内，甚至其他的语言其他的母语。所有的来宾我拢问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讲，恁认为这个语言的保存甲发展是恁是较乐观，或者是较悲观的？咱为导演这边先开始好啊。以前可能较悲观啦，但是即马有感觉有一个势开始起来，就是讲，比如讲迄即马公视有公共电视有拍一寡片啊，台语台嘛是有一寡电影啊，开始拢有做者台语啊，或是客话新摆迄啥物新厝有原住民，像斯卡罗晓，有斯卡罗有客语啊，有台语嘛，地金是客语，还着腔，对，拢有，然后地金嘛对，就是看，譬如伊讲，伊拢咧讲客语，但是讲阮咧听起来是讲足感动诶，因为虽然迄毋是阮咧讲诶话，但是嘛讲足好诶安尼，有人咧创者譬如讲迄阿豹，咧唱诶原住民歌就流行歌，唱了后大家才爱，会有一种感动，但是这世开始。咱家己的本土语言开始有愈来愈侪人想要甲找倒来，或者是甚至有较侪无共款的变化甲使用。尤其是因进入即个流行的产业内底，迄是上重要的一步。大众化的物件，因为大家爱看嘛，
对，去学去听，这才是上重要。商业的支持其实最重要的，对对吧？啊，商业当然这真现实，就是需要大众化的这是个咱讲流量嘛，流量迄就是大家去注意去关注，所以才有搁较济钱，或者上现实物件钱要有法度投入嘛，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嗯那秀慧老师咧，我就是邮递远了后，因为迄当阵就是我伫咧厝内底拢是讲台语的，嗯啊，因为要去国学啊，啊国学啊袂使讲台语，啊，你有拄着迄个时代，我就是迄个时代的，所以阮爸母就真惊讲我去学校袂当甲人讲话，是，所以我要去国学啊的时阵，就开始叫我讲一定爱讲华语、国语安尼。所以了后咧，伫咧厝内底我嘛袂使讲台语啊。为着要训练你，所以就变讲，甚至甲你嘛拢讲华语安尼。对，毋过，亲情因伫讲话拢是讲台语。这是真侪家庭会出现的问题咧，就是其实因拢会晓讲，但是伊无甲你教，所以甲你即代你可能还佫听有，但是可能无遐认真好较够讲。当然你还佫算 OK， 就是咱拢会使开讲。但有的人佫较少年一辈，可能因先是会听袂讲，因佫下一代就是袂听袂讲啊。对。但这当然是大家较会烦恼的代志，但就像拄仔导演讲的，其实这2年来我家己做台语故事的单元，开始嘛会接触较侪无共款的人，会有当时嘛感觉讲哦，其实真侪人伫做真侪无共款的代志，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发展伊家己的母语、家己的在地本土语言。那有当时会感觉讲，反势无咱想的遐悲观，对我家己来讲，尤其所以老师你唱南管来讲，如果南管的内底全音全腔台语拢无去，敢若嘛怪怪的。学南管时阵，甲先生是会使讲台语，就亲像即嘛安尼。所以这个物件当然，我相信对你来讲，伊嘛有一定有保存的必要啦。因为你音乐嘛是有这个需要吼。当然，愈侪人，甚至比如讲，咱会使用听的，就听有你咧唱啥。其实我感觉这应该是对推动南管有真大的帮助啦。我伫想，我是无孝想这啦，因为南管一个字就爱唱足久啊。当然，咱无讲一定爱全部听有，但是比如讲，台语好，甲台语无够好的人，伫听咱用大家上接触，比如讲歌戏，听有无？因为歌戏的戏文内底真侪词、真侪唱，拢是足文的。对，南管嘛是安尼。但是听有无？其实你若台语有到一定的程度，你大部分是听有，无需要看字幕的。至少对我来讲，我是感觉讲，我大部分是听有的。咱伫开讲，可能你嘛反势会发现讲，我伫使用的语言，除了一般你可能甲一寡老岁人讲话，因伫使用一寡台语以外，我会用较济文言的物件伫内底，迄是因为我会使使用到即个程度，我会毋是干那过去的上简单的一般的对话的方式，因为你若简单咧，伊一直无法度提悬到另外一个战处的时阵。你要摕伊来做搁较济应用，比如讲你要讲电脑的用语，你要讲规组录音的物件，对或者是咱要讲剧场的物件，这拢是会拄着问题，所以伊必须要一直提悬伊的战处，愈来愈济专业的物件用台语有法度去进入。我家己是有一款的感觉啊，当然因为大家愈来愈有即个需要，开始用无共款的方式去进入台语的领域的时阵。就会变成讲，伊有即个需求，慢慢就会踏出即个该有的伊的能量也好，或者是伊的基础会愈来愈饱满。我讲这是，所以我认为南管反势，当然咱毋敢讲一定100%啦吼，但是我相信听愈侪，推广了愈侪，伊会回过头来就是大家会愈来愈听有，就像。导演伫做生活语，我相信一定有人互你即款的反应讲，拄开始拢毋知你讲啥话歌，奇怪听到尾啊开始知影你伫讲啥，我都没看着我开始是毋是有？我相信一定有，对无？就是即个物件，我认为是有诶，就是你听到一个程度了，开始奇怪，敢若我哪知影伊伫讲啥？就袂使我白讲啊。嘿，其实是其实是因为你有一个
有一个基础伫你，有一个规则伫你，你毋是家己黑白乱编的，嘿，所以你是有一个基础伫咧。所以听的人听到一个程度，听到差不多过一半了，像咱比如分顶半场、下半场，甲下半场奇怪。敢若无啥需要看字幕，开始知伊的意思，其实这是会发生的，就算是你会使讲是专心创作出来的行为，伊都有可能。更何况咱讲即个带专腔的话，带讲腔的话，拢共款。听愈侪，我相信伊未来都愈有机会。我其实嘛是伫即部分会认为，尤其我嘛真希望讲南管大概真正慢慢有法度听，莫讲全部听有，至少听有一半。我认为是毋是无机会？我家己咧看下。足趣味啦，因为你讲敢若是足古早进前的，但是因为你生活中无接触，敢若是你即摆听敢若是足新的物件，是一个新的一个能量，讲你利用一个，嘛是足趣味，敢若好像很新的产品一样啦，一个新的体验。咱有新的物件，咱嘛是重新去接受就好啊。咱就嘛该进入台语内底即个你。对，重新要安怎去甲创作出来啊？重新去组合，重新创作，是由即个原本有的物件来重新去组合嘛。那比老师这边，你家己对母语的保存，你的母语嘛是台语嘛？吼，你个是龙岗腔台语，虽然无去啊，咱毋管龙岗腔，至少台中腔。其实我感觉我运气较好，是因为自细汉爱甲阿公阿嬷亲情50咧讲话爱用台语，所以逼迫我嘛爱会晓讲。啊，毋过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内底，一直都是参加国语演讲比赛、英文演讲比赛，像安尼长大的。然后我搁去外国留学，所以变做讲，其实是转来的时阵，对我开始有迄款身份认同的感觉之后，我就开始转来了，开始变做讲较会甲爸母讲台语，吼。啊，另外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讲。我后摆要伫舞台顶唱台语歌，用台语搬戏。所以，我头一摆用台语搬戏的时阵，其实我家己足感动的。迄是伫屏风表演班啊，你有参加到屏风？是，伊的戏嘛是有够厉害。所以，迄当阵演《好色奇男子》，嘿，迄当阵头一遍用台语伫台顶咧搬戏的时阵，我家己感觉讲，我一定爱找阮爸甲阮母来看戏。但是讲，因为迄感觉足奇怪，甲你用华语咧讲话，伫台顶咧讲话，甲用台语咧讲话，迄完全是无共款的感觉。然后我讲我终于会当用台语踮台顶搬戏。尾啊，到我家己开演唱会，是我家己写台语歌，我的安可曲头一遍，就是很不要脸，就用自己写的台语歌来成功来做安可曲的时阵，我嘛感觉讲，头一遍，因为我规场拢唱外国歌嘛，尾啊安可的时阵唱台语歌的时阵，嘛感觉讲，哇，我终于用家己写的台语歌。去唱互大家听的时阵，迄种感觉是，我感觉实在是无话讲。迄种物件，敢若是伫你的血液内底咧流的物件，即马真正去用出来。我不要讲，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就是对我来讲，我大学的时阵才戒严。恁就知影我偌老，你毋好惊着吼！你少年你毋知，我大学的时阵才戒严，所以我是对迄款戒严时期长大的囡仔。对我来讲，台语一直是禁忌。伫我的成长过程内底，台语是禁忌，即款物件到尾啊，我伫厝诶用的语言，会当伫台顶去表现出来，对我来讲是有真重大的意义。请问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啊？我是乐观，我感觉这是自然发展的代志。我的查某囝是台北囡仔内底少数会当听有台语，嘛小可会当用台语来沟通的囡仔，所以这就变做讲，对做爸母的人来讲，就变做讲，
你是毋是有互伊即个环境，你会当互伊自然的是语言本来就是嘛，嘿，语言本来就是自然发生的代志，伊是毋是有会当？因为我嘛运气足好，就是讲我甲婆婆大，阮婆婆讲台语，所以阮查某囝自然就会变做讲，伊要甲阿嬷讲话，伊就爱用台语讲话，所以是妈语就对啊，阿嬷妈语是母语是妈语，嘛是母语啦，嘛是一款母语就对啊。嘿对，所以伊就听会捌，这就我感觉这上真重要，所以我感觉鼓励咱的囡仔，就是讲，毋是干那送去学校学英语，还是送去学啥物？我感觉是互伊自然，咱伫个环境内底，咱莫排斥即个物件。爱甲即个环境互伊，伊自然就会晓，对不对？就像讲社会的爸母讲惊你袂晓讲华语，你伫厝诶嘛，无爱甲你讲台语。即个时代已经毋免紧张，毋免管即个，安尼所以咱就自然，咱会晓讲台语，咱伫厝诶。像阮查某囝真诶是，我伫厝诶各种语言，我拢甲黑白讲，自细汉英语、台语、中文各种语言，有啥讲啥就对啦，有啥讲啥来啥，就用，啥来黑白讲，所以变做讲伊嘛会当接受。遮个物件对伊来讲，伊拢是足自然，伊就接受遮个物件。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我拄仔听你伫讲，你等于讲找转家己的语言的故事时，我感觉真感动是。我大概当然我无经历过迄个时代，但是我大概会使了解讲，毋管是你的成长过程中，或者是你出去到国外去求学去学其他物件，这规个过程其实拢是你的迄个根其实是不定的，伊是无稳定的物件，是因为毋管是因为伫台湾迄个时阵凡说是个禁忌吼，也是你无法度好好使用，也是到国外较无用的机会，所以迄个根迄个认同一直无法度定落来，一直到最后有法度转来甲台湾甲你伫外国学转来的经验，如果结合着你家己本身真正的根，就等即个根重新搁发出来，重新伫即个土地顶悬伫扎根，然后根发出来，甲即个土地掠互掉迄落感觉，所以我感觉我家己听着我感觉真感动啦。我相信当时是你伫台顶唱最后即条安可曲的时阵，即条歌的时阵，一定台下的人嘛拢感受会到，我相信是安尼。我知影台下有观众甲我讲，因听啊哭啦。对，我会使理解，我相信。我是讲你家台顶若无哭出来，算真厉害。你爱唱歌你嘛袂使哭，你知影？我忍住。我真正是表演者有一个物件，就是一旦你就算感动，你嘛爱挡会调，袂使想要哭就哭。甲即个歌戏小可无共款。我讲过去讲歌戏若即个哭段有够哭的吼，上厉害，哭甲目屎流目屎滴吼，总拢火去，拢火去，拢无要紧。大家搁做对咧哭，讲有够哭，你做法搁无共款啦吼，戏剧方式无共款，但现在戏剧毋是安尼算的啦吼。但是我相信应该是迄个情绪，迄个时阵当下一定是真感动的代志。我甚至我当听你讲你迄个情绪嘛，还搁直直吼，伊回想起来搁直直。我想讲一定是真感动的，我毋知有啥物搁较好的词会使来形容迄落情形，但是我就算我无经历过。听你讲，还有你去想，其实我嘛相信咱的所有听友，因为我真侪听友，我知影讲因是伫咧，其实我有一定的比例人是伫咧，比如美国啦、加拿大，你知影讲，你无可能是美国人来听啦。是啊，我拢是，我相信恁咱遮听有一部分听友其实是人无伫咧台湾，伊愿意来继续一直听遮个台语，当然是对家己的，毋管这是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故乡，伊的你的语言、你的母语，所以我相信因一定。特别有即款的感受，甲即个感动，所以我感觉真欢喜，会使听到即个故事啦。讲实在吼，当然最后咱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来宣传一下演出啦，对无？来，这就是爱来交互咱导演来甲大家宣传者。目前是3工的戏嘛，总共3工，什么时阵伫倒位？就是播出的时阵是。礼拜2，安尼就是我时间甲你抓好。4月22到24吼，拜5到礼拜，
5、6日连续3天，吼，拜五拜六礼拜。3天吼，是伫台北的即个戏剧中心的小表演厅，小表演厅嘛，吼。对，表演厅。去那伊看到迄个票顶管，看到顶管的票就知影该去搭啦。对，可以上那个两厅院售票系统。伊个系统叫做啥物名？有一个英语叫 OpenTix，或者是你就直接搜寻金银座，应该拢有。哦，你若毋知影，你就是伫网络顶管吼，毋管你用 Google 用啥。脸书嘛是会。你就搜寻金银座，华语就写金银座。我想都一定拢找有吼，真正。咱拄仔分享真济，毋管是个人内部咱内在故事吼，是成长经历，或者是即个咱的即出戏本身吼，其实拢有关联啦。我认为所以真正是真希望讲逐个会使去看。我是敢若是拜六的戏，我若无记毋对。对，应该是拜六。嘿，那咱的听友若有想要找我开讲，迄工应该若有机会拄着我啦，我嘛毋知，我无可能去举一支牌徛伫遐吼。但是若有机会拄着我嘛，欢迎来开讲一下吼。当然真正足希望讲大家会使来去看这个表演吼，因为真正非常，我相信一定非常好看啦吼。即我早就买好票啊安尼。好，咱今日时间嘛差不多是开讲足久诶吼。我时间嘛聊了真准诶，讲差不多即个时间就结束了，对无？好，咱今日就节目就到这为止吼。那大家听好第一个动作是啥物？去买票。好，咱今日就到这。那这集的内容大家听了有啥物款的想法咧？或者这集的内容你若是有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你使留言互我，或者是你的收听平台若是即个 Apple Podcast、Spotify 啦、Mixbox 拢会使留下即个5.7分数吼，互一寡鼓励吼，当然嘛，互咱的所有的即个剧团的即个咱的成员吼一寡鼓励。那咱今日就到这，大家拜拜，拜拜，谢谢。你过了安怎？迄是大久之前，我啥无写会记的。哎，人呢？怎么会？刚刚明明还在。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他说，为什么人就不见了？忘了飘忽，吕布休眠。是梦是真，但断定。